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翻收看福起来嘅，我阿明姑刘浩明。我相信福起来观众朋友看到今日福起来嘅现场，一路地讲，我哋嘅Q人人係愛多嘅，Q人人嘅竟然有9日，我相信觀眾朋友想講，也9日愛起來。我哋咧其實睇我哋苗栗嘅台灣客家文化館，還有我哋6隊嘅客家文化園區，其實每一年睇我哋嘅Q人人嘅時節，如果有新嘅發通。我哋今日要倡導來賓咯，都係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建良何主任，以每一年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講嘅，到底我哋嘅Q人人嘅觀眾朋友可以聽到嚟過我哋客家人，我哋馬上歡迎今日貴賓我哋嘅何建良何主任來到現場，主任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何建良。其實每一擺看到主任啦，我都發現到過，我哋一年要開始啊，但是今日我哋睇苗栗嘅台灣客家文化館，還有我哋6隊嘅客家文化園區，其實都幾多發通。但是我哋對北部開始講好冇？好。譬如講我哋苗栗嘅台灣客家文化館，今日有乜個特色啦？其實像主持人講嘅，南北園區總下係個客家中。客家委員會安排嘅平台，希望大家過年時是嚟看到安尼春來洋客。希望講台灣客家文化館本身都係個博物館嘅形態。希望講大家過年時間呢，盡到自家屋企老了嘅時，希望今年安尼想法啊，大家行春老了有福氣。博物館啲杯想法係講，大家來到呢位是嚟用。客家嘅語言做一個接觸，係客家嘅好朋友，是嚟湊自家嘅家族，自家嘅親友共下來，看過年時以前，大家順用客家話，講當地嘅吉祥話啦，參與相關嘅活動，佢所用安尼嘅方式，相安嘅安排，啲杯有講到講，當然大家來一定要用過年時間，喜氣洋洋嘅義診啊，反映大家咧係台灣自家以前都咧下過年時節親好嘅印象。做下嚟講啊嘛，希望講其實過年前我都安排講下太子、下春聯，反映大家參與。今年到過年時節呢，反映越來時用闖關嘅方式，樂樂嫩嫩，向下用安排嘅。遊戲啦，嗬，俾大家用聊嘅方式，聽到客家嘅語言、客家嘅音樂，用客家話來同大家問候，來同大家祝福。安排嘅時呢，當到係用闖關嘅遊戲，又係用表演嘅方式。當然我係安排當到嘅 DIY 啦，像做啦香煙啊。茶菇啦，還有大家會去行了嘅時，我要發通俾大家得到嘅紅包攞嘅，大家去某部同人拜訪嘅時，咪是得用我嘅紅包攞，啲部要客家話，咪是得用我哋嘅方式來同大家互動。但是佢重要如果較時間點咯，乜時間開始啊？總下講過年前大家攏來磨下，慢慢要行過眼延期嘅時，做春聯嘅發通咧，就咪要參與。其實呢擺希望講大家過年行春嘅時，差唔多初2到初4嘅時，到眼台灣客家文化館，做下眼講嘅相關嘅表演，相關嘅博物館嘅用普通嘅客家遊戲咧，大家實際來參與看看。當然相關嘅祝福嘅方式，咪有所改變。像北港嘅嚇，大家共同嚟講好話，還有相關嘅一擺用一隻講，大家去參與發通嘅時，會得到嘅好運券啦嚇。好運券當然都冇是嚟安排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感覺講，當然來客家中不管係乜嘅情緒過來嘅時，總係有感覺講，大家有想到講，眼係。當日前係想祝福大家，我希望大家用安尼方式，感覺今年一定會運動好，大家健康平安啦。冇錯，而且我們因為講初2一件事情吼，開始係幾好一件事情，因為其實今年呢，譬如講我哋講年30，其實前一日都其實係我哋所有嘅人放假時節，嗰時其實年30馬上接下來，然後都睇年初一，其實睇年初一其實睇人幾無閒。
他讲因为乡村啦、创业啦，真是可以了解到厨艺开始。可是我发现，对厨艺开始真是如，假如以厨艺来到我哋嘅苗栗嘅台湾客家文化馆嘅话，马上都可以参加安东发动，他都是厨艺讲到嘅重点。够附近，今日我得到咯。其实，大家参与来发通还是有更多嘅吉祥嘅祝福在地位，像是大家是拿到俺嘅红包攞嘅，地位嘛有相关嘅，像做下讲嘅，同俺延期地位买东西是拿来用嘅哈。当然地位嘛有好运券，好运券嘅设计讲，大家差不多更多发通意思嘛是看俺嘅3D 剧场啦，哈，同俺嘅相关嘅闯关活动，拢是参与以后呢，俺当然希望讲，越多人向下来参与真好。俺设计讲有8种嘅好运券嘅是，你是办俺嘅限量嘅福袋礼品，当然还是抽奖啦，哈。你按呢安排都希望讲，大家是用。东人乡下，爱讲你拄好时间嘛，通安排到苗栗附近的客家庄，你当日来，俺嘛当反呀。因为大家拢提供你下过年，无像以前讲，大家很多人乡下，其实俺希望讲，你家人嘛是来接受客家庄，大家相互祝福嘅感受。人多嘅时，闹闹热热鬼旁来吼，俺嘛希望讲用高料嘅方式。当然做下讲，俺嘛希望讲，当然大家是共同看一场天样嘛是无俺家会客家嘅3D 剧场，你有无相款？俺嘛要安排讲用客家中相关嘅故事，像俺有嘅人偶嘅相关嘅表演嘅时，佢用苗栗嘅篮球啦，还有屏东嘅乐队嘅。野球相关嘅故事来做基础，因为礼拜应该野球队台湾暗强得冠的大头名咩，大家一定嘛不感觉讲，客家中嘛以前有按多嘅户外选手，同其他族群嘅朋友相款，拢系做一件事情係是認真付出得到功用嘅事，大家嘛是分享講，你下人按強。以前嘅人，其實嘛是佢拿出來，大家回憶安尼，我就希望公園都一隻動物性看到你下人嘅認真傑出嘅素材，嘛想到以前，其實當人當大表為咗佢嘅相關嘅客家莊咧，流動多好嘅精彩嘅故事啊！係啊，真是，因為個人來講把幾多係嘅客家人難得有啲算是老嫩係嘅鄉下去出去嘅人嚟。嗰種係就，譬如講我哋全家人去到我哋咧台灣文化館嘅話，咁有乜嘅，我哋講親子同樂發同咯。仲有講希望講大家看眼嘅劇場嘛是得參與應該文化體驗嘛是得文化體驗地方有個參觀是又可以又是得到講客家美食嘅點心嘛吼，像食飯啊吼，法飯也都等等吼。當然我嘛希望講過年時節，不管是攏係大家共同來做一件自家感覺講今年過年鄉下做乜嘅事情咯？過年前做下主持人講大家一定會入春聯下太師。過年大家鄉下時呢，咱今年有想到講，係咪大家嘛對自家嘅今年呢相互嘅祈求平安祝福，咱做一隻幫人共同來畫平安頂嘅概念啦吼，因為大家攏會想到講過年連落來都係做正月節嘅事，用安尼嘅方式做下主持人講其實每一個發通地位，你攏是得想到講今年來了尾，唔單止係過年，處理做外加相關嘅文化發通嘅事，會想到以前。大家阿婆阿公以前對人家對孫嘅用孫嘅關懷，你下當多事情無按到嘅時間是得對到法，唔過通過你是得寫呢啲事情嘛是得寫自家我做下講你下人嘅祝福，
以前嘅人来感受到讲跟以前对人安好。我希望讲像安尼嘅发通，不但像係公園期間9日係年過來做應該元宵節嘅時，大家嘛是在想到講，還是在下一次祝福嘅話，不一家嘛是在本一家親思念嘛，親敬愛嘅好朋友啦，呢到我感覺呢啲事情，一班同事做嘅事情，都希望講大家用客家語言。你要寫客家詩啊，你嘛是得用客家詩來表現。其實朋友啲輩一定有個人，嘛唔係總係客家族嘅，你嘛是得用安尼嘅機會，差唔多1年好好來講自家嘅客家母語。其他嘅母語嘅好朋友，嘛是得用分享嘅方式來了解人客家話，講嘅是嘅用順來表達祝福，還有吉祥嘅。但是比較平安的，乜個時候可以吧？都差不多除夕差不多當年有2場當然嘅報名可能當腳都唔念啦我都想過一片秒殺。我希望講有安尼嘅想法嘅時，我希望講大家看到人在做嘅事，你都好報名無法度嘛，是嚟看看大家用順來做呢件事情嘛是嚟約講安尼有樣。做嘅商業辦嘅事，不可能嘛是在做來想一下講，同不卡嘛是在寫做。其實我希望講，普普觀到一個平台，一個對話，你看到嘅事情今年可能同你會看到，明年你嘛是在安尼想到來了會去看一下講明年辦意來做。其實年年像以前俺細漢時。大家什麼原因是攏嘛寫耶誕卡，然後連過年嘅賀年卡嘛冇咧，唔過用安尼嘅方式，可能大家是在用自家創新嘅方式，用客家語言、客家嘅聲音，即係你按腔，可能嘛用聲音來錄落來。我希望係台灣客家文化館辦嘅發通，經驗嘅想法係安尼啦，希望大家來參與。真係要用一個發通留下一個經驗嘛。嗰時候都係我哋咧留連台灣客家文化館嘅相關嘅發通，尤其係我開檔節目都係我哋對客家文化人嘅發通，馬上過來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建良主任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喺秋冷日期間，我哋咧苗栗咧台灣客家文化館有乜嘅相關嘅發通，但其實我哋咧錄到客家文化人期喺秋冷日期間，我有幾多幾精彩嘅發通哦，我哋馬上嚟問我哋何主任。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到講，台灣客家文化館係一個算是博物館形式嘅一個地方嘛，但是我哋錄到客家文化人期其實係參啲幾講嘅人期，但是文化人期來講嘅話，而家呢啲相關嘅環境有乜嘅特色冇？其實俺像主持人講俺其實創作一家係錄對新嘅鄉鎮區客家莊嘅平台。客家莊唔單止係客家朋友，還有其他族群。嗰種俺希望俺做嘅都係講，辦法通嘅是新嘅鄉鎮區，佢係高雄屏東客家莊為優先為主嘅好朋友，是得湊齊其他嘅好朋友共下來。像杜班世嘅年代嘅高秋秋收嘅時，咪係安尼意思。但到過年當然希望安尼嚇，做下講係俺地波嘅田差唔多有4分外地，俺當然就會用清江嘅像應該花菜啦，下一擺又是嚟做配料嘅啦嗬，大家是嚟協商來參與。當然俺希望講過年期間嘅想法係安尼，大家來到屏東按好嘅天時嘅蔬菜，要嚟做下講嘅客家莊，不管用乜嘅方式來參與，初一到初五，俺都希望講是在來到6隊嘅客家莊，來到屏東，來到高雄相關嘅南台灣。用安尼嘅方式，當然俺嘅發通地會安排，咪係用安尼嘅方式，希望大家來到那邊看看，來到那邊聊聊，參與俺當地嘅發通，咪看定下講嘅當地嘅表演，還是嚟韓國出去，當然不管用順安排，留到屏東，留到客家莊，越多日越多時間，俺係越歡喜。
其实也要体力反应改好。你听人哋交流土大厦嚟转下嚟过去嘅，嗰所以一般来讲嘅话，唔会够适合让我延续到我哋六对客家文化人去。主要来讲啊，其实因为主持人讲交通嘛都偏离啦，屏东县政府啦、观光单位吼，历几年嘛都得奖吼，大家嘛有想到讲，不管是公差啦哈，还是该客场茶咧，都能有安排相关嘅专线是得来共同结合。当然，其他视察来嘅朋友嘛，同偏离啦哈。不管你係用順來到俺嘅園區，俺都心情係講分享大家祝福大家平安。發通地杯像初一到初五開始係發通，俺嘛希望用表演嘅方式，像蔡天人嘛不希望講像彭佳妮啦，係講前隊嘅邱品豪啦，還有嘅應該像嘅啲下東有名嘅羅文義，還有童文成咧都，佢都係代表人自家客家中東有才華嘅人，嘛希望講公園間是得用自家嘅故鄉分享大家。唔單止呢，還有老老嫩嫩嘅像屏東嘅翁舞團啦，還有嘅嘉平海嘅相關嘅協會，咧都我希望講你係再聽嘅部分。當然，我嘛希望講，像藝做下報告講，按多單位，像有個係來自人自家竹田嘅，清電鎮嘅，傳統嘅，武學嘅，嘛有超多高雄內門啊，台南嘅，意思講大家來到南台灣嘅相關嘅表演，做下講不管在地啊，講年輕地區咧，共同按多日，差唔多有18場。嘛希望講大家是得行了解時，因為主持人做嘛同俺講好法啦有樣30公頃同開闊同平陽嘛，希望大家嘅心情嘛是得開闊心情嘛是得感覺同輕鬆人同人之間呢都奇怪來到6對天氣我以前嘛感覺講天氣改熱嘅時地杯有個有較涼爽來說，大家嘛唔會感覺講一定要行到地杯去，同冇辦安尼行了，看到按多個綠色個態樹啦，相關個人同人之間安尼歡歡喜喜、輕輕鬆行，都感覺同舒爽啦。我希望公演期間，一定大家看到安好嘅表演，嗰種心情一定要無窮快。係啊，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其實我哋一擺聽咩，你哋同埋客家文化講，你哋發通嗬，我本人感覺到嗰種軌道我哋嘅播放嘅地步按少難啦嗬。但是頭頭我哋主任嚟講，我哋六對客家文化人去，嗰種喺客家拉斯維加斯咧，真係我哋有時就喺拉斯維加斯，真係都看野秀啊！去到基本3星期安排一天看野秀，嗰種我想同我一下注意嘛，因為其實我這已經講過，我公人古來嘅。房價已經差唔多啦，加上講我哋其他觀眾朋友，即刻其實一見人哋台灣佢流行，是嗰種我哋講查喺會改啲，我算是旅行車之類的嗬，嗰種露營車之類的，請問可以嗎？當然是的，當然你係算佢本身都有配備算較豪華有時的家庭是在繁陽，因為俺開始呢幾年俺嘅露營區嘛，同繁陽大家講。大家攏會感覺屏東啦6對做啱嘅時又涼爽，風景又好，人同人之間係行出去看到不同嘅人，而都嗰種嘅旅行係嗰種行托都冇共用。希望講大家像主持人講嘅，帶6對呢位攏好，當然而家講都好，今年上特別選到俺園區來做露營。實在同繁陽，一定冇問題。呢幾年攀落來，大家會感覺講，帶到嗰位嗰種環境，還有嗰種氣氛會感覺講，其實同舒爽嘛是得同偏離聽人像伊講嘅，上次主卡都去先鋒隊佢到松枝林咯因為嗰位嘛會當然嘅農科嘛，東都發通啦，然後個到美濃啦，去綠桂雪山茶啦，亦都農遊都加東去看小屋還有眼啲下東都展覽，其實嘛東都嘅菜地嘅連結，看自家故鄉
按当年无穷款个样貌，系因自家转到故乡过年，实在做，嘛一定应该做啊！用安尼方式，大家无感觉讲，你下看到个名言，一定会有感觉讲，名言真好，又有其他嘅好朋友嘛共同来。其实当年俺办嘅发通，唔单止係講，希望大家都延期歡喜嘅，嘛希望到平台，到新義嘅鄉鎮去留了行了。還有其他嘅特別嘅發通什麼？當然咯，像我做下同大家分享，呢幾年因為做文化體驗係用一種大家是在勞動體制強下嚇，像呢幾年嘅貼辦法嚇，我嘛希望講大家來到六客家中，看到呢個文化資產還有個油脂仔啦，當然呢幾年因為我對六對地區嘅白宮有當到嘅互通聯絡，像 GIS 我嘛添位相關嘅資料庫啲本嘛有，應該六對嘅白宮有無窮款嘅限制，大家有看到呢幾年當到人參與，我當然都會用白宮按適應嘅大家最愛嘅白宮來做相關嘅文化體驗。像我同事講今年都好嘅46年啦，因講白宮也個同個花草茶啦，都攏有自家嘅傳承嘅故事到地步，我用安尼安排。像白宮嘅闖關啦，還有白宮嘅發財金啦，都用安尼嘅結合時，大家會感覺講過年新義嘅生肖，當然有當年嘅故事。以前佢講到西涼嘅時，都講東江啊咁樣，不過當到傳承落去，啲下人會感覺講當生趣啦，我嘛希望用安尼嘅像大家過年食甜啦，甜班啊、薄班啊、發班啊，呢啲事情呢都安排到地步。像做下主持人講我唔敢講，我自家有按強啦。不過嗰種心係有嘅，希望講大家來到園區你天天行嘅時，會看到當多人其實應該會有個好嘅感受到講，做事嘅人係內心希望講來個人平安，來個人歡喜。要做嘅事情呢嘛，用安尼嘅方式講，希望大家看到當多人又會唱歌，又會演戲，又會安排當多節目，有個人又當認真做飯呢，做甜食，同大家分享喜氣嘅事，祝福平安啊，步步高升了就總下有嗰種同一層嘅感覺。我希望講呢啲事情行起，大家用初一到初五，不管你到台灣哪位老了。你安尼安排，南台灣安排1-2日，1-2日啲杯是得到6隊，也講過無想愛做到按演，做到按趕，都像主持人講天天行，同俺園區，同俺6隊排個3日，我相信也個過年，會像主持人講當我強樣，又當有過年嘅威勢，嘛希望大家用安尼嘅方式來參與俺安排，像有個係藍染啦，相關嘅資本染了掉，還有做燈籠啦，當然呢啲事情係一種體驗很難啦。其實俺希望講做乜嘅事情嚟時係看人同人之間，其實我行喺講嘢俺哋個地步當到嘅同事啦、職工當年過年嘛，共款食福宴嘅時嘛，共款，攏係對做無限多暗飲，不過嗰種心情來講，裝係要講啦。看到大家歡喜，看到大家貴嘅時能達到安歡喜又平安嘅時，都感覺講，好想因自家嘅家人本人照顧，因同推啥互通嘅時，人同人之間都安尼相互打幫、相互祝福。唔錯。故事來到我哋呢6隊客家文化園區，唔止講唔單止可以體驗到我哋客家文化，還有得到我哋客家嘅祝福。其實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嗰陣睇內容。
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档节目来自我哋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建陽主任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喺丘冷人地區，我哋六對客家文化人氣有乜個香港嘅發動。其實一幾年後聽我哋台灣客家文化館，無論我哋六對客家文化人氣有幾多，幾有名，幾好看，咪要得獎展覽。我哋馬上請我哋主任同我哋說明講，一到展覽地區，到底喺講乜嘅同時，亦都係希望講。一個展覽地方講出乜嘅無腔嘅故事，我想問下主任因為其實一見人嘅展覽得獎得多，他個人講攞你明白論嚟得獎咯。但是我相信講一定係展覽地方有內容，然後同時按樣講英文講就 touching， 就是可以打動人嘅心嘛，嗰時嗱我得獎。後面同我哋觀眾朋友先了解一下講，跟住見係喺丘冷人地方，喺北部、喺南部，我看到乜嘅無腔嘅展覽。多謝大家啦，其實大家同咱支持大鵬真有安尼機會。做下主持人講，南北嘅博物館地區，咱嘛希望講用展示來同大家分享客家文化。展示嘅過程，其實咱希望講同大家共同來合作。像北部台灣客家文化館得獎嘅係台灣中下嘅博物館相關嘅文化中心、相關嘅縣市政府開始大家盤查講，有乜嘅係客家嘅文物，有乜嘅係客家嘅故事，大家結合起來講，嚟本大家來看看講，台灣客家文物有哪個故事算精彩，那個文物係講，大家一定是得來看看，互相來對話。開始其實東都博物館同咱大鵬、台灣歷史博物館啦、台灣博物館啦，相關嘅民間收藏家呢，共同來做，咱用台灣相關嘅曬過來嘅故事，土家嘅莊頭用順講嘅故事，信仰用順傳承，有大家用順代表，對自家嘅客家族群一定要傳承嘅素材，嘛有改編嘅素材，用順自家嘅產出，自家親好嘅發展，開始了解得到美國嘅繆斯嘅金牌獎哈，也含係希望大家講，因為展期含係一團一團嘅哈，咱中間有同其他館所有個文物第1擺時展無法度變上去，差不多半年以後又辦一隻。你以前有看過韓式嘅來看哈，反映大家。當然也係北部咧下很多做嘅展覽。到了對地區呢，咱大時想法都係想做下去上一段講嘅菜地嘅新嘅總頭嘅故事優先來。有一個展覽呢，同神奇嘛，同有意思。開始都想到講，人家會個總頭地區，客家中還有原住民相關嘅朋友，以前用順做對話。按現來用嘅自家嘅族群嘅衫褲啦，還有相關嘅刺繡啦，還有圖文咧都來做分享。咱尋到像嘅排灣族嘅人間國寶徐春梅老師咧都有20個相關嘅人，當然包括客家嘅像閩南嘅金心巷嘅南山嘅傳人咧下嘅經營者咧都共同講自家嘅故事。用不同嘅族群、不同嘅方式時間，還有更多身份嚟無相關。像有個人係原住民，不過佢可能係客家新橋；有個人係客家人，佢嘛同原住民有相關嘅互通做生意咧，就同佢哋故事地方有中央研究院台灣文獻館共同合作，一當翻譯啦，得到係。歐洲嘅設計獎啦，還有一個係同故宮博物院共同合作講嘅，佢係台灣人相關嘅不單唱嘅信仰，不單唱嘅以前嘅故事，不同嘅族群。因為故宮博物院佢本來就當到嘅相關嘅典藏品，用數位嘅方式來請大家合作，咱當榮幸，佢來到同咱合作嘅時，要用屏東菜地6堆嘅故事，都去編入去來做交流，也嘛得到美國嘅一個泰坦獎。得獎係一種對大家來講，咱算認真啦，因為人不能機會好好來做事情，得到獎係一種回饋講，反映大家下一擺佢同咱合作，咱要按認真、按努力來做。
当然绿队体系，俺希望讲吼，展览唔单只同俺个平台伫播展览，礼拜在去年10月28号，然后晚真有名对加个客家风风个聚落，基本上都文化资产有身份，用安尼方式载体人讲故事，同大我佛风啦，相关个刘氏佛风咧都共同来做展览，有载体人。做田野的事，分享伊自家个故事，人来看展览的事，去小解，去用自家。其实公演期间你也去要行了一下，你可能看到个客家美食、公演美食，一定有无共款。你也是你下做个展览，你也是崇拜做南燕13种。新皮家当的展览，个下一档新皮家当係俺體排安尼聚落同載體展覽，介是個小屋啦，佢本身都係總頭嘅博物館，還有介是個村莊總部做講種新皮嘅故事嘅事，大家有感動到。介是做展覽時，有人對北部歸來講，今日做安鬧嘢咯，今日唔係講拄好總頭係細細嘅展覽。我佢行到可能隔壁嘅阿叔啦、阿伯嘅貨房嘅事，嗰種心情有無共款。咱係希望講，像你按好嘅展覽，開始得獎同小博還有總部貨房辦所以後，佢哋行到嘅會有相關嘅故事，按相關嘅展覽嘅內容咧，咱嘛變到台灣客家文化館，佢到明年到今年啦嚇，到今年嘅差唔多2月底。過年以後，差唔多該都係曬落來咧。希望大家像主持人做下本眼嘅機會啦嚇，因為當多人投入本種用心呈現出來，冇一定講千萬米千九千，不過該係一種講人同人之間講，你下做嘅事情，大家來看，大家來對話。下一擺可能你會感覺講，該相片藝嘛有一種。該錄相片啦、錄唱片啦，相關嘅體育啦，係講你下個人係個素材，又有不同嘅人參與咧，呢啲事情，我都希望講，希望過年期間咧，你是啲客家莊老了，用嚟做下講嘅，用最參與客家語言對話，是用展覽嘅方式，天天行，天天看。看熟以後呢，你一定會對你下嘅客家莊、你下台灣所有嘅朋友，可能嘛有無相關嘅想法，因為你下嘅人都係以後人看人講，佢以前嘅人嘅用術，你下嘅人未來都係以前嘅人。故所我哋下做嘅事情嘛，希望講對以前嘅故事，用安尼來傳承，嘛希望你下做嘅事情，本以後嘅人是嚟看到講。算計時間嘛有認真，有潛到當到故事線，有去想法，去慢去嘗試，得到一些細細嘅成果，要留落來，佢有時嘅價值，希望大家用安尼方式來同咱指導。因為安尼其實談方來吼，等於你講，有人講展覽一件事情是幾簡單，然後把東西展示一邊，他個人看咧。但是其實我得獎嘅展覽，你從頭到尾嘅主演講嘅，其實係個幾用心嘅。從頭到尾就有講到我哋睇我哋美麗嘅台灣客家文化館咧，其實一展出來就像我哋一啲濃縮嘅，算是我哋客家莊嘅歷史，吼，用一啲幾簡單，幾簡單，算是唔簡單，但是幾精緻的一個空間地步，去講出一啲小村莊地步也係一啲故事。但是頭先我哋咪講到講，其實台灣嘅客家人來到我哋台灣一件事情，唔係講那個嘅客家人來到嘅，可能同其他民族完全冇交流。但是你看睇個北部南莊嗰片，女部嘅綠隊一片，其實我哋幾多同原住民唔單止講喺平埔族嘛好，我哋高山族嘛好，其實幾多交流嘅地方，唔單止睇我哋咧三福鄉啦、飲食地步啦，嗰種其實有地講當初客家人來到一塊土地地步，其實一來嘅時節，你同一塊土地你研究下嘅，同一塊土地上嘅人還研究下，嗰種其實當初看到嘅情深，也係實際嘅時候，我都發現到講，哇，真係個用心到我發現到講，真是唔把用一條線呢，用一條算是三幅的一條線嘛，吼，真正是清出的一條線，當初很容易去接着放來的。嗰時頭都有看到講話，就變動時間咧，台灣人其實一件事情，你係講台灣本地你係啲外來，算是歸同外來民族，向喺來到一塊土地，向喺打拼嘅故事。我感覺到講，雖然講喺我哋仲有用研究人向下來做嘅，但是其實對我哋綠隊一塊土地來講嘅話，
其實有啲事情嘛最重要，頭先我哋嘅主義嘛係講到講，開始嚟講上嘅同男學見嘅，使到我哋旋風隊嘅，可是某個時間使到我哋女僕嘅。當然，你一定會同蔡弟來合作，我希望做下主持人講嘅，我希望講蔡弟人上講故事嘅時，咱都來合作，唔單將嘅客家人自家來講故事，其他族群參與嘅時。嗰種多元對話性又不出來。係啊，因為從頭到我哋主義有講到，我雖然講我哋北部算是一個博物館形式的嘛，哈，南部嗰種一個樂園形式的，但是因為一幾年南部對客家文化引起嘅一個戰亂，其實嘛佢有衝突呢。當然，佢當初係因為以上講，從入去一個引起地方，又要有一個快樂嘅成分，又要有一個講有衝突嘅成分，一種嘅比例要拿捏。其實嗰時學者還有相關嘅設計嘅總館都想，沿都係博物館啊，北部係做客家族群嘅博物館，南部咧係綠堆體系嘅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嘅地方都係用夯土綠堆、展示綠堆、珍寶綠堆。像安尼個方式來做應該綠堆嘅研究，送講用順來做綠堆嘅調查了對。用安尼個方式，其實不管做下講嘅故事，有個資料尋好咧，講以後咱還係用安尼個方式，咱希望當年嘅像博物館業像高手，都係展現綠堆。相關嘅人事物、相關嘅故事嘅方式，當然做，當然累積。看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今年嘅9年有9年，嗰時有幾天好無？唔單止係我哋嘅美麗嘅客家文化館，無論我哋綠堆嘅客家文化園區，其實都有幾多幾精彩嘅活動內容哦。今日感謝我哋主演嚟聽到分享咁多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新年快樂！歡迎來同俺指導恆春老了，新聞大家支持落嚟。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